乡亲继续要来讲这南投的庄脚，即卖上界困扰的问题之一，就是乌狗虾侵入人体。尤其9月、10月是乌狗虾生炭期，南投县一级镇超前部署，除了甲头狗虾药剂来发护地面之外，更加派出着清洁队员针对大街小巷的路树来喷这个地壳水，它来防治着乌狗虾来生炭。 一级镇公所的清洁队员最近这几天伫镇内大街小巷的路树喷地壳水。一级镇长讲，要减少乌狗虾的数量，阁有秋天分飞期可能造成乌狗虾四价飞的状况。流离的防治呢，都要从春天跟夏天开始就要来注重不然的话，到了秋天的时候，这个纷飞的情形呢，就会非常的严重。 虽然镇公所一直在处理乌狗虾，不过要是赶袂赴乌狗虾生炭的速度，除了继续发药剂提供给民众使用，嘛增加这个治标的做法，会使减少乌狗虾伫镇内四界爬走的景象。它会到处爬，然后就沿着墙壁啊、地板啊都是，然后甚至呢会在你的书柜里面筑巢。那筑巢的时候又有虫卵。 然后你去扑灭它的时候，它会分泌那些乙酸。几啊年前，因为乌狗虾飞去民家厝，阁有